嗱咁 tariff 咧，我自己咁睇啦，就當然啦，我覺得係一個手段嚟嘅，唔係一個終結嘅目的嚟嘅。我覺得。咁何謂手段咧？咁其實睇下即係從科技嘅角度啦，因為我自己始終都係一個科技嘅創投人士。科技嘅角度嚟講嘅話咧，其實係好有策略地係去令到一啲高增值嘅產業搬翻去美國。OK， 你睇台積電就係一個好重要嘅例子。OK， 咁台積電其實佢依家做緊嘅嘢係全球係領先嘅。如果你話係納米晶片嘅即係製成。OK，咁所以咧佢呢一方面咧，一個咁策略性咁重要嘅產業咧，佢一定係要用一啲辦法係去令呢個產業係搬翻去美國本土。OK， 咁就唔會受制於任何其中一個國家，即係喺呢個咁嘅情況之下咧，咁佢就同台積電講嗱，如果你係喺台灣生產嘅話咧，咁你就要俾重稅噶啦。但係如果你真係肯搬過嚟我哋嗰度咧，咁有得傾嘅咁樣樣。咁所以佢所有嘅戰略資源或者戰略嘅生產流程，佢都會係用 tariff， 都會用關稅嚟要作為一個手段，係去達到佢個目的。目的就係將所有最重要嘅嘢全部係收攬翻去美國本土。咁我聽兩位分享，我就會覺得似乎係想利用佢僅餘嘅一個金融嘅支配嘅力量啦，或者係統治嘅力量啦，佢都 ready for 一個 reset 嘅，即係 ready for 一個好大嘅崩潰。但係喺冧嗰下，所有好嘢喺晒我自己度。係啦，跟住就有得出邊個世界，有得佢死啦。咁而家似乎個特朗普嗰個做法都係呢個就係個 MAGA 佢個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佢嗰個宗旨啊嘛。所以其實所有嘢都係環繞住佢自己想要嗰個意識形態，就係 MAGA。係啊，咁所以佢先至係要將所有最值錢嘅嘢全部利用 tariff 嚟到係收歸國有。跟住咧，佢先至係話：哦，而家我係一個啦，我話事噶啦。咁你全世界都可能係要即係聽佢指揮咁樣樣。咁其實呢樣嘢對於全世界嚟講係一個都幾糟糕嘅一個狀況嚟，因為大家其實都仲好依賴美國嗰個金融個系統啦、個制度啦，我哋某程度上都要跟佢遊戲規則嚟玩。咁但係你都知佢背後佢個部署就係想將所有嘢佢唔理其他人死，佢收翻晒轉頭 reset 嘅時候你哋死你哋賤咁樣。咁其實我哋作為普通投資者又可以做啲點樣嘅戰略部署咧？有咩可以做咧？你記唔記得我哋上幾集講過 DeepSeek 嘅？特朗普用呢個策略係去想達到佢個目標嘅過程之中，其他國家都會反擊㗎嘛，都會係諗辦法生存㗎嘛。咁所以 DeepSeek 就形成咗一個新嘅局面出嚟，喺一個咁艱難被人抵制嘅情況之下，點樣去求生存空間呢？於是乎每一個國家佢哋都會有自己，因為艱難，因為 struggling 嘅情況之下而產生一啲新嘅經濟模式或者新嘅發明。所以呢個咧係預計唔到嘅。咁所以之後其實你話，一路咁睇，可能係美國贏晒，又未必。